我想問大家，依家換剎車油係咪好似以前舊社會嗰時候，要兩個人，一個喺上邊踩，一個喺邊排空先至換到呢？同埋呢，大家知唔知剎車油幾耐換一次呢？依家呢，我哋問我哋嘅師傅，我想問，好似呢啲咁嘅剎車油，一般幾多萬公里需要換？如果真正唔換，剎車拍拍失靈，嗰個剎車距離拍拍長，呢個肯定嘅。同埋你喺度開車嘅過程中呢，你時間長你自己都會感覺到啦，剎車會偏軟啦，或者剎唔住啦。咁樣咧已經係提醒你啦，剎車油已經係差唔多就做緊嘢。經過我哋俾出個專業意見咧，我哋建議咧就係3年6萬公里去更換嘅。所以咧，我九爺喺呢度提醒大家，為咗我哋個安全着想，剎車油記得3年6萬公里，記得要注意啊！嗱，你好似我哋呢啲新款嘅換剎車油嘅機咧，因為咧佢加咗油之後咧，佢會呢度有顯示嘅，同埋呢啲咧我哋都會睇得到加幾多油，同埋啲油去到邊度，我哋都會一清二楚。最後咧，我喺呢度講句咧就係話，你架車有冇3年，有冇6萬公里？如果夠時間嘅話，要盡早檢查啦。